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，跟世界各地的莲友结个法缘。阎王会审对与错，阎王有这种修持的正量，他能够当阎罗王不容易啊。他会审判，会审查你在世间的生活过程当中，你做对了或者是做错了，你没办法隐瞒的，没办法躲藏的。在这个阎罗殿啊，它是公私分明的，一丝一毫、一点一滴都不会有差错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他会审判人世间你做对还是做错。世上无人能逃过啊，世间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，想要跳过没办法的，这是大家都要警觉的，随时都要要求自己的。你不能说哎呀，我也没有看到他在什么地方，我这边做亏心事，别人不知道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在这个天地之间，很多护法善神在你的功过簿里面，随时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，记载很详细。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，能够躲过。有人预想避灾祸啊！如果有人想要躲避灾祸，不要有灾难，除非坏事不要做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？是我们人心啊，人心险恶、奸诈、狡猾，引起很多的灾难不断的发生。你的护法就远离了，离开你，那你没有人护持，灾害连连。所以你如果想要避开灾难跟祸事啊，除非你坏事不要去做。什么叫做坏事？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，伤害社会，伤害家庭，伤害整个国家，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。所以除非你坏事不要去做，那么灾难就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做善一定有善报的嘛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各位大家互相鼓励。阿弥陀佛。